觉得我们还是换个地方玩吧？啊？不行，你上次说好陪我玩的。改天我包场，再来陪你玩。不要。哎呀，出来玩嘛，就是要大家一起才有气氛。现在人多，刚好可以用上这疗女病的森田疗法。只有让你暴露在人群中，你才能慢慢去克服心理的障碍啊！我知道你心里害怕，所以我才让你先来跟小朋友们接触一下，做个铺垫呢。没用的。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没用啊？我是怕我还没克服人群呢，人群就先把我给克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们慢慢来。当然试试。你看，这样大家就知道我们是一对儿了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来嘛，怕什么呀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哎呀，我不要。你快点滑呀！你是不是不敢滑呀？我胆小鬼，胆小鬼！哈，你才是胆小鬼！下去吧。